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是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为惊中国威胁美国参观布雷波恩早起甲总统蔡英文见面，这嘛是这个月第3团的美国国会访问团。伦敦的创办人周兴成讲，已经放弃新加坡籍，重新来申请中华民国国籍，嘛讲伊决定要死伫台湾。今仔增加26409例本土病例，伫顶礼拜五增加1成7，有45人死亡。已经串烧社交距离的 App 有新的版本。新台市来看，美国参议员布雷波恩昨半暝飞到台湾，这是这个月第3团的美国国会访问团。布雷波恩用中文伫推特悬顶写讲：“阮未接受霸凌来向中国发话。”今仔早起嘛，甲总统蔡英文见面，总统嘛强调讲，伫威权主义的威胁，民主国家应该愈团结合作。半暝坐专机来到台湾，美国参议员布雷伯恩是自 Pelosi 了后，伫8月第3届来到台湾的美国国会成员。伊专讲用中文伫 Twitter 顶头表示，来拜访台湾是为着要向北京传达未接受霸凌的信息。布雷伯恩是国会台湾连线成员，也几若届伫国会提出优待法案。即摆嘛是伊自2008年了后，搁一届来拜访咱台湾。26日时，嘛和咱的总统蔡英文见面。We have loving freedom, loving democracy, and it is important indeed that freedom-loving nations support Taiwan as they seek to preserve their independence and their freedom. 布雷伯恩是田纳西州的参议员，伊伫即阵来到台湾的目的是希望会当加强台美半导体产业之间的合作。总统蔡英文嘛希望讲会当进一步加入印太经济架构等等的科技合作经济。中国持续进行长时间的军演，都显示出威权主义国家对世界秩序所带来的干扰以及威胁。民主国家更应该团结合作，共同捍卫民主自由价值的坚定防线。总统蔡英文表示，最近有真侪美国人士小连续来拜访台湾，这个温暖的行动甲坚定的支持，嘛强化咱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美国国务院嘛继续强调，因的议员来拜访台湾，符合美国长期维持的一中政策。美国嘛会继续照政策来支持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伦敦的创办人周兴成昨接受访问的时表示讲，伊家己已经放弃新加坡籍，重新来申请中华民国的国籍咯。嘛强调讲，伊决定要死伫台湾。就回归中华民国国籍嘛，对，不，当然是回归嘛。但是你是在外面那个，你叫大家反共，你自己躲在外面那不行嘛。台湾人就是要一股士气嘛。那今天我回来有象征意义啊！我想很多人可能碰到说，哦呀，大陆那么凶，快跑快跑，很多人会这样子嘛。对，我是从国外回来，哦，我放弃新加坡国籍，我回来跟大家在一起。对啊，我回来我会跟大家讲说，我已经决定我会死在台湾。周兴成之前是关30日要协助国防，因为伊的国籍问题常常受到质疑。周兴成讲，已经重新申请中华民国的国籍，放弃新加坡籍，要回来甲台湾人做伙打拼。因为周兴成之前捌提倡和平统一的公道，即马刚过佮反共伊讲当初伊真正的目的是要避免中国武力来统一台湾，也毋过外界说误会讲伊支持统一。伊嘛讲伊愈来愈反共，甲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有关系。伊看到香港的黑社会攻击市民，所以反共的心是愈来愈坚定。再来看台南有2个警察互台死，加消息批评面对外一家有疏失。法务部长蔡清祥早起嘛出面说明，讲已经要求矫正署来查核清楚，来追究责任。面对外一家的点狱长调职，嘛规定讲未来有犯人逃走，爱伫2点钟内底通知检方发布通缉。最近会阁邀请专家学者来讨论外一家条例的修正。台南杀警案，互外界真关心外一家角的制度放伤灵。顺治警察的家属批评明德外一家角有疏失，讲电局长杜聪典暗藏事实。法务部长蔡清祥自日亲身回应，针对外一家角脱逃的事件，讲会请矫正署来调查，甲杜聪典调职。另外，受行政脱逃扫无随通缉的部分，嘛会下令高检署调查地检署是安怎的延前通报，而且嘛要追究责任。明德外役兼典狱长要调离现职。静候调查。那有关迟延通缉的部分呢，台南地检署提出报告，
那检讨原因。蔡清祥表示，会严加督导考核外一家角回厝探亲，透过实时追踪，若准受行人脱逃，会要求家角随通知警方到找人，伫2点钟内就要报请检方发布通知。2个小时内要报请检察机关发布通缉。另外，法务部嘛就专家学者研议修正外一家角的条例，目前修法的方向包括提高遴选的标准，加强在家的考核。甲遴选的条件定清楚，排除重大暴力犯罪。不过，针对重大暴力犯罪部分，法务部到达也无明确的定义。大方向我赞成比较严一点，但以前7天也没讲，也没有通缉，但搞不成2个小时，可不可行？恐怕法务部要进一步研议。外役监条例在处理所谓外役监的这些人犯的时候呢，怎么样把它执行面做好一点，让外界的人更宽心。国民党团认为发布通缉的时间会当个缩短，嘛指控外一家角的条例说互累犯会当申请去外一家角，呼吁朝野政党搁一摆来修法。老世峰表示，台南杀警案显示执法单位确实有些角擦需要检讨。按照外一家角的制度，民进党团后一个会期都会全面检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哦，今仔增加26409例本土病例，比顶礼拜5增加1成7，有45人死亡，嘛增加3例密斯氏儿童的重症。因为疫情又搁开始摊烧，社交距离的 App 嘛做改版，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昨天新确认的病例数有26409位，好，那跟这几天趋势好是一致的，就是说我们逐步的疫情有些在病例数增加的一个现象。上个礼拜5的这个数字哈，我们是增加了17%哈。说明一下，死亡病例45个，死亡病例当中有一位40多岁的男性哈，没有接种过新冠的疫苗。另外有3例重症的密斯氏的个案哦，都是这个未满5岁的小朋友哈。那我们国内现在已经有超过1000万人次下载社交距离 APP。那原来使用的时候有个不太方便的地方，就是你填自主申报的时候，跟你要上传这个社交距离 APP， 告诉大家说我什么时候其实是有风险的那个日期，这个作业是分开来的。我们现在在这个把2个系统整并起来了。我们现在目前是要先观察 BA.5 这一波疫情它的这个状况哈，高点我们是预期它会落在9月中下旬，时间点应该估计应该是在10月，那我们那时候就会开始进行这个相关的开放动作。来看阿里山的蜜月线，一路的风景拢真水哦，是正热门爬山的路线，也毋过定定拢有人受伤。上侪1个月是传出4件意外，之前风起征收，今年的5月重新开放，也毋过昨下晡又搁传出意外，有4个爬山的人掉伫崩山的所在，伫昨暗9点外，总算把这4个人拢救出来。消防队员、林务局、警察局组成的搜救小组，拍顶4个车，先伫蜜月线大崩壁所在发现2名女性登山客，另外还有1男1女失联。不要这样子，你又没有准备，不要这样子，我很担心啊。最后2个人伫7颗崩坑口互发现，但消防队员嘛发现因无炸装备。走好，看脚步看好哦。全长9.5公里的蜜月线过去，定发生伫半道顶意外，1个月发生4届。主管机关定铺铁路之间的插头板加强安全，加上降价，会当入园的人数到350个人，希望避免着风险。不过25号暗时，4名登山客有可能伫山区，伫下晡了后落大雨，蜜月线大崩壁的所在出现着水流瀑布，无法度过来困掉的。阿里山地区下起大雨啊，造成崩塌处、瀑布、飞溅啊，人员无法通行。经检视，患者状况啊，只有少许失温。及受到惊吓并无大碍。登山客到登山口了后，继续送医。嘉义县消防局嘛提醒民众，最近山区常常伫过道了后会落大雨，民众要爬山进前，除了装备准备好，嘛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嘉义报道。一个定定伫面册发表意见的女美教授洪达水，针对林志坚论文的争议发表未少意见，嘛已经予伊正方提出告诉。民众党新竹市长参选人高虹安不满洪达水指控讲伊论文嘛是抄的，今仔提出妨害名誉的告诉。
我必须要讲的是，今天我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我在求学的时期，也都没有任何政治人物的光环或人脉，我靠的都是自己的努力，一步一脚印走到了今天。高虹安委员在博士研究期间中发表的文章，最常被引用的那一篇文章，引用次数达到4457次，由此就可以证明陈时奋所言绝对是扭曲事实。律师强调讲，高虹安的博士论文常常互引用，绝对无抄的。高虹安嘛，到高甜强调讲，伊家己的家世背景是真普通，一切的成果拢是靠伊家己拼出来的。再来看行政院通过2023年的总预算案，大概是有6.6条的债务创历史的新高。因为台电要增资1500亿，嘛造成总预算增加。有学者就批评讲，政府并预算来补贴台电的损失，阁有国内企业工厂用电上过削弱。学者批评讲，这根本是摕纳税人的钱去补贴企业，甲债务留互子孙啊。财政部门靠国际间改造电子看板，用走马的显示方式，拍出平均每人负担债务为今年的6月26.7万降到8月19 25.2万。像如果是花在那种社福的部分上面，周边的福利有提升，那我们就会觉得这样子负债变多是值得的。现在少子化，可能到时候我觉得国防一定会往上再添加，我们要负担也要更多了。根据行政院通过2023年总预算案内底，新一年总预算的部分负债1736亿，另外特别预算嘛负债2128亿，每年的预算拢总负债3864亿。累计未偿债务6.6条，创下历史新高。这几年财政部也不断的举这个还债嘛，那个债务的成长的速度其实都在控制中啊。另外，经济部提出稳定供电建设方案，搁增资台电1500亿，所以税出相关6.6%，创下国营事业单次上届大规模增资纪录。学者批评政府，等于是用民众的钱来贴用电大户。那其实事实上是用全民脂民膏去拨补，就是一些用电大户他们在用电这个地方的，的支出。学者表示，政府需要建设开发、发展经济，预算当年提升，这是正常的现象。前提是经济嘛是不断成长。不过提醒台湾是无加入国际货币组织，若做财政不断扩张，地区破产，都无任何国际组织会当援助台湾的经济。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城市博览会明仔载开幕，市长郭文地甲副市长黄珊珊今仔先开记者会。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今仔是去参观一个女人艺术的展览，表示对女性的支持。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嘛讲，伊会推出具体政策来争取女性选民的支持。台北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用影片、用舞蹈、用上清白展览，向大家详解台北市。怎么看待这个展览？我想这个展览并不是一个市政的成果展，绝对不是。这个展览其实是一个对话的进行式。虽然7点仍然咧讲，外界不变积极，城市博览会是为着这礼拜特别是一参选的副市长黄珊珊做势做场面。郭文德甲黄珊珊表示，因只是把工作做好，不是政治操作。你要回答，那反正工作到最后一秒。对，每一天都要把最后的工作做好。陈博士我督导的工作，在他开幕之后，我就算是阶段性任务完成。面对记者问讲，敢有邀请蒋万安陈市长参加城市博览会，黄珊珊表示，只要是台北市民拢欢迎因来。不过当时时间伫松山文创园区参加活动的陈市长表示，伊并无接到邀请。我相信我会去看，但目前没有收到邀请。陈市长26参加民间团体举办的过境展览记者会，互人讲是要和蒋万安抢妇女票。没有跟谁来抢了哈，那妇女都是我非常重视的。好，那希望能够得到妇女的认同，也是我一向的主张。我担任民代这么久，很多婆婆妈妈还有姐姐们对我很多的支持，我非常感谢。而且妇女朋友也是我一直以来参与公共事务往前迈进很大的动力之一。蒋万安表示，伊会用具体的政策，亲像2个提出的育儿政策，来争取妇女朋友的支持。记者林书小桂林曾派本台北报道。
国际新闻来看，变种病毒嘅团辉瑞、莫德纳嘛已经申请新版加强式嘅紧急授权。另外，美国网球公开赛29要开始比赛，球员拢爱注疫苗才会当参加，所以坚持无要注疫苗嘅前世界球王乔科维奇宣布退出比赛。辉瑞、莫德纳这礼拜已经向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申请新版的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式的紧急使用授权。莫德纳适用的对象是18岁以上的人，辉瑞是针对12岁以上的人。辉瑞另外搁向欧盟申请许可。To achieve with these boosters is to restore the level of protection toward that which we saw with the original vaccines. We are hoping that these will be coming in the first part of September. 这两件申请的拢是次世代2价疫苗，将原版疫苗加针对 Omicron 亚型 BA.4 甲 BA.5 的疫苗结合。莫德纳剂量是52克，辉瑞32克。疫情第3年，各国已经大量注射，大家伫选注加强式的时阵，偏向选择这两款 mRNA 疫苗，以线病毒载体设计。伫疫情发生的初期，得到上机的 AZ 疫苗，即卖已经考虑退场，尤其伊伫美国一直无得到批准。目前 AZ 当地建立包括新冠病毒、呼吸道病毒 RSV 加其他病毒等抗体疗法。经过这届疫情 ，AZ 交付960亿剂疫苗，解救600万人命。2021年是销售第2大品牌，销售额是39亿美金。In vaccines per se, I can't be sure we will be there or not. Only what I can tell you is we're working on new technologies, new approaches to COVID for sure. 美国网球公开赛29开始比，大会规定参加比赛人必须提出完整注射证明。技术组疫苗的前世界球王乔科维奇已经宣布退出比赛。今年1月的澳网，伊就因为无注疫苗叫人赶出境，到尾也失去拍冠军赛机会。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世界卫生组织昨公布，过去1礼拜全世界高祖的病例减少2成1，疫情可能一定有转好的趋势。不过，美洲的病例阁继续的增加，这嘛是占总病例数的6成。南美洲国家秘鲁的卫生部伫咧三教导防疫工作，几多位市长签文件支持伫咧城市对抗疫情。秘鲁自6月26传出第1例教导病例了，到8月初已经增加到1257例。当地市长讲，预防措施比事后这个治疗更加重要。Pero los jóvenes muy claro, por una noche de juerga no lleven esta gran enfermedad que les puede causar la muerte. Esta situación es crítica y lo digo con mucha seriedad, que esta viruela del mono no se convierta en un King Kong que no podamos manejar en términos de salud. 全世界教导确诊已经超过45000例。世界卫生组织2月公布的报告讲，在过去1礼拜，全世界通报教导病例数减少21%，改变过去1个月以来一直增加的趋势。秘书长谭德赛讲，欧洲的疫情有较降落，也毋过美洲的疫情是正伫咧有进步。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outbreak, most reported cases were in Europe, with a smaller proportion in the Americas. That has now reversed, with less than 40% of reported cases in Europe and 60% in the Americas. WHO 的报告也讲，98%的确诊者拢是男性，而且不有性行为；96%不有查甫加查甫的性行为。因那病例数上最美国，历史已经有超过16600例确诊。有一份研究报告讲，非洲下加西班牙的确诊者比例悬过其他的族群真多。报告也批评，若是当局伫疫情初期就积极体检、推广防疫资讯，美国教导的疫情本来是当避免的。公司新闻郑伟林、蒋建光编译。缅甸的军方伫5天前大屠杀罗兴亚族人，有超过100万人逃去孟加拉，昨当地办纪念活动，希望讲国际社会重视哦。因讲，伊嘛希望讲有安全甲相关的保障哦，会当互因搁转去缅甸来生活。大阵罗兴亚难民大声喊口号、手提抗议标语，连环写种族灭绝袂使阁发生。阮是缅甸人，阮是罗兴亚人。伫罗兴亚屠杀满5周年的日子，这阵生活伫孟加拉难民营的罗兴亚人，希望会当转去缅甸的若开邦生活。
无论是留伫若开邦的罗兴亚人，还是走去孟加拉住伫南面营，生活条件拢差不多。毋但自由受到限制，囡仔无法度受教育，医疗资源佫欠缺，佫爱烦恼去互武装士兵攻击。根据联合国的统计，2017年前，缅甸国内差不多有130万罗兴亚人，即马敢若剩活近60万人，大部分拢走去孟加拉。按过真恶劣的生活环境，和罗兴亚人煞慢慢啊消失。আমরা আসিতে 5 বছর হয়ে আরা ক্যাম্পের মধ্যে রিফিউজি বনে থাকতো না স্যার আরা এখন বর্মা যাইতে হয়েছে যাইলে আরারে জানর মালর হেফাজতর আরারে গ্যারান্টি দেওয়া পড়ব।那缅甸军政府也搁伫掌权，罗兴亚人伫缅甸的困境都无可能改变。国际社会当透过制裁加武器禁运，避免军政府搁干害罗兴亚人。国际刑事法院也当伫调查缅甸领导阶层对罗兴亚人所犯的种族灭绝的罪行。公视新闻田伟仁编译。来看，罗西亚已经控制乌克兰的扎波罗热核电厂，即前停止运作。也毋过，国际原子能总署是证实讲，目前已经恢复送电，因为这是全欧洲规模上大的核电厂。毛专家呼吁讲，核电厂上好是非军事化。国际原子能总署证实，被俄罗斯控制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已经恢复供电。在此进前，因为附近的区域发生火灾，和这个厂甲乌克兰国家电网的连接断去。声明讲，2台机组甲电网完全拢切开，是入侵者行动所造成，也是这个厂史上第一遍。这边停电，互外界知影核电厂附近发生军事行动，会带来潜在风险。联合国正安排要去这个厂。国际原子能总署李国讲，访问行程已经确定。This is a war zone. This is in Ukraine. It's already difficult. So we have to have all the security in the sense of physical security, not being shot at. On top of that, we have to determine exactly the terms of the mission. Kyiv accepts it. Moscow accepts it. And we are going to be there, hopefully, very, very soon. Is very soon days or weeks? Days. 俄罗斯甲乌克兰互相指控对方炮击核电厂，互人担心会发生核灾。Готовы в любой момент принять миссию МАГАТЭ на ЗАЭС и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ть те реальные угрозы, которые ежедневно исходят, прилетают в виде ракет. Росія поставила Україну і усіх європейців в ситуацію за крок від радіаційної катастрофи. 俄羅斯自2月入侵烏克蘭，3月就將扎波羅熱核電廠摕到。不過目前依然是由烏克蘭的技術人員在咧操作。烏克蘭有超過20%的電是來自這個廠，若失去這個廠的電，支付當局將會拄到新一波的壓力。公視新聞吳文玲編輯。巴基斯坦南部過去2個月落大水後，造成800多人死亡，到達水閣還未退，民眾無水無食物咧等待救援。隔壁阿富汗因為落大水後，嘛造成100多人死亡，這2個國家的災民攏正需要國際援助。巴基斯坦南部大城海德拉巴德的居民最近無論是出門還是踮佇厝內，攏予大水包圍。有的房舍若內底外口攏淹水，厝頂也漏水，根本無法度住人。की सूरत हाल ये है कि सारा सामान हमारा डूबा हुआ है घर और मेरे तो झोपड़ी एक कच्ची छत है वो तो बिल्कुल टूट गई है आपने देखा है जैसा कि और ये है कि सारा सामान हमारा पानी के अंदर बह रहा है 这家人不得已避伫卡车后斗，用塑胶布当作厝顶。巴基斯坦南部甲西南部地区过去2個月大雨一直落，官方表示，今年7月全國降雨是平均達2倍，也是60年來上淡10月7月。其中嗰日海德拉巴德第四街地區嘅居民情況上慘。तकरीबन 4 फीट पानी भरा हुआ है और एक महीना हो गया है और यहाँ पर निकालने वाला कोई नहीं है इंतजामिया कुछ मदद नहीं कर रही है और खाने पीने की परेशानी हमने एक 當地居民不管大水圍困，唔然後飲水甲食物來關心問題，垃圾嘅積水也帶來疾病，也閣有蟲甲毒蛇出入。不過因當時也欠醫療治病，生活真艱苦。根據統計，巴基斯坦今年雨季已經毀掉也是損毀挖32萬民家，帶走800多條人命，大概230萬人受影響。另外，我近的阿富汗情況同款淒慘，過去10天大雨侵襲已經造成95人死亡，其中東部加洛省有磚頭規個摧毀，真濟人無依無靠，只會當避佇攏無掠的學校運動場避難。
حالا بجای ما کلش بیرون شد کلش به روی میال افتاده هیچ چیز خدا درک ندادن بیا به سرت شاید حالا کل ما رو بردن مال آل از بعض خانه ما را تو طفلو شکارم بردن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现，当地至少有8名囡仔罹难，也有较侪囡仔下落不明。受到大水之苦的阿富汗甲巴基斯坦，目前已经向国际社会求援，希望各界帮助灾民渡过眼前的难关，去协助因重建家园。公司新闻站回面编译。 继续来看国内新闻，中国这2天禁止台湾的农渔产品进口哦。今仔日台东花莲分林的县长甲国民党的立委伫台北立法院开记者会，因呼吁中央爱提出办法，唔通互农渔民真做是政治的牺牲品。 水水文旦分林的幼儿农到立法院来推广，自文旦互中国禁止输入了后，有农友讲，家己虽然自产自销，影响无大，但也是感受到身躯边别个农友的烦恼。文旦台湾都是咱中国人咧食较济嘛，咱华人咧食较济啊，所以讲加减有影响啊。 救农民！为着替农民发声，几个国民党的县长嘛到立法院开记者会，要求中央提出具体方案。台东县长廖庆林就讲，台东的石客自去年9月就中国禁，欺负农民伫咧寻求销路修正检疫，不过中央政治化的动作，使互农产品变祭品。 暂时停止进口是政治问题的时候，我们整个傻眼哦。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我们努力的来降低我们的农药残检等等事情，全部都不是政治手段能够解决的。中央层级哦，应该要开启两岸对话了哈，甚至能够两岸和平。我想这个才是针对我们所有的百姓之福啊。分林县长刘立生嘛指出，假使无消去中国，该唔使消去中央讲的新南向的国家。以分林的菜色来讲，几当前就咧拍通新加坡的行销管道，政府敢有具体的解放？最具体的成效就是达到总统跟院长要求的，照顾农渔民，要把产地价格维持好。面对几个农业大官的县长出声，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强调讲，政府该做的拢咧做，嘛已经降低单一饲料的依赖。不过现场有幼儿农讲，假使若有人处理囤收济油啊消无落，是真痛苦的。唔知影官员敢会当感受到？记者电话不离后开台北采访报道。 因为天气真热热，佮无雨水哦，宜兰上出名的葱仔是生甲真歹，佮有虫害，加强已经损失1亿1000多万咯。县政府表示讲会来协助农民申请救助。哇，没有。 都是小虫，有没有？葱的叶啊，因为温度高欠雨水，拢拍甲打去，被开内面看拢是虫，种种原因，互一寡葱啊无法度顺利生长。宜兰今年雨水少，七月降雨量只敢若11毫米，创19年来新低纪录。3000个农民伫咧饲养真老种的葱啊，因为无雨水灌溉，真侪拢连死，损失严重。没有下雨，持续一直干旱嘛，温度又高，那个甜菜叶的量就很大。这顶届是较通食啊，嘿，顶2个月是通食啊，这届是伤热啊。农民讲，这是当地15年来第一遍要甲2个月无落雨，葱啊挡袂掉日头一直拍。初步估计，这期种的3星葱啊，115公顷的面积，大部分拢已经打死，农业损失初步估计是1亿1500万。农民希望政府单位会当到补助，降低因的损失。 确定损害率到达1,000亿就是我们门槛，现场勘查损害率大概是31.7%。农业处讲，勘查小组到现场勘查，经过调查发现，当地葱仔的损害率到31.7%，确定达到损害率20%的救助条件，将会协助农民申请1公顷51000块的救助金，协助农民复耕，为后一期的3星葱仔栽种做准备，降低农民的损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县环保局针对县内1200多间工厂、畜牧场等单位进行水污申报的稽查，第110年有51间有问题哦，会先予业者一个机会来补纳水污的费用，若是搁再违法，上济会当罚30万。环保局稽查人员无用采畜牧水进行稽查，嘛针对污水的排放量和申报数量进行核对。云林县畜牧场至少超过1000场。 每年排放的畜牧废水为1200万吨，以一场亲戚的饲猪场来讲，一年所需要申报的水费用大约1万多块。我两三场拢做1万多吨的水量啊，废水就是照这规定安尼处理啊，你若处理无个要罚钱啊，要正常申报啊。
我期望我食哈，一年爱60多万。为了维护环境水质，云林县环保局针对县内1200间列管的事业单位，包括工厂和跳舞场，进行水务费的查核，发现110年期间，有51间业者申报异常，其中41间申报水量0，低报水量6间，水量检定无共款有4间。针对这些水务费的名单里面有51家的查核内容相关的异常，包括它的申报的水量、水质等。它短落包的部分，我们会针对相关的短落包金额来请他们做一个补缴动作。环保局表示，水申报基查主要是针对水质水量和处理设施操作的记录进行查核。如果有伪造还是用无正当的方法来漏报水务费，主管机关会当重新计算追溯5年应该纳费用。至于若需要补纳逾期无纳，会当罚6000至30万。记者为您报道。防起私密的影像，真侪人拢唔敢报案。卫生福利部上新的调查发现，讲今年的上半年有150个被害人求助，6成拢是19岁到25岁的少年人，有超过一半的受害者拢无去报案。卫福部今仔宣布讲，要成立所谓网络性别暴力被害人保护服务计划，提供被害人申诉甲影像态度等相关的紧急处理。有一个侦破可能会为着特定的目的，翕私密的影片或者是相片。不过刷伫咧冤家或者是要找的时阵，因为唔甘愿，刷甲这的相片传去伫社群网站、网络论坛等等的所在。就算翕相甲录影迄当阵，双方拢有同意，不过散播的行为恐惊是已经涉及违法。当我们手中持有别人的这个性私密影像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知道这个是不能够随意散布的。那散布的这个行为，其实是一种犯罪行为。根据卫福部上新的调查发现，今年111年1月至7月，因为性私密影像求助的案件，都有150个人，卡来咨询的电话都有109通。为受害者的年岁分析发现，讲19岁至25岁是上济，占58%，而且因为有1/3的散布者是受害者熟识的朋友，所以有去报案的敢若有3成9，也就是讲超过6成的受害者会因为惊吓等等的因素唔敢报案。第一个害怕就是社会观感不好，不敢求助，所以他不敢去找警察。第二个是害怕没有一个管道可以来协助，让他陷入很孤立。为了积极协助受害者，行政院除了启动下部会修法以外，卫福部嘛办理所谓网络性别暴力被害人保护服务计划，提供受害者申诉，协助甲网络顶性私密的影像摕落来甲删除，也佮有网络咨询甲转介等等的服务，共同建构预防的措施，阻挡性私密影像伫咧网络顶互传来传去。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边境甲检疫放零路，一寡国外学生总算会当来台湾读册咯，也毋过嘛是需要居家检疫3+4。后壁的4天若说讲是住伫防疫旅馆，敢会当外出。教育部是强调讲，是会当出去买生活用品咯，嘛会当去学校办代志。确定境外学生基本资料、签证甲来台班机，台师大国际处最近8个月真无闲，因为8月开始境外学生开始回流，9月初学校会有头一批将近150位境外学生来台。师大还不止这些，因为我们还有交换生，大概150位，然后国语中心有大概是500位，侨宪部有600位，所以是非常大量的这个境外生入境。教育部统计，今年7月19到8月24，已经来台的校卫生2995人，非校卫生3913人。面对开学了后，搁较侪境外学生来台，教育部最近发文学校。境外学生伫防疫旅馆居家检疫，4天自主检疫会当去外口买生活需要物件，会当去学校，但袂使入去班级。但是呢，我们有很明确的规定，就是说你这个4你可以入校园，但是那个前提是你有2次的快筛阴性。但是就算是入校园，也不到课堂上课。但是，伫台师大新的学年境外学生要有1500人，就算分5批入来，嘛是真济。决定尊重防疫旅馆来管理4天检疫。那我们合作防疫旅馆大致上采取一个都是比较严格的一个方法，就是真的是必要买药品这些东西，它才会
让学生出来这样，所以他们基本上还是要在里面待满7个整天这样子。刘伊特指出，防疫措施放宽出现较侪敢若会使敢若袂使的状况，而且境外学生真侪人入来，教育部要求更加严格。若是填资料有3改失误，暂停境外学生1礼拜申请。对于大学来讲，处理上要比以前更加细腻。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来看台中营总建设一个全国上高规模的稳固照护中心，今仔正式启用，会结合长照、佮稳固医疗、佮人工智慧协助偏乡的医疗单位来进行治疗的评估。护理师透过电脑对远在婚姻的长者来评估身体的状况，透过远距的方式对着患者来进行会诊评估后续的医疗，渐渐成为保障偏乡医疗资源的方式。伫台中荣总，搁较将远距医疗系统化来整合，成立全国上大规模的远距照护中心。紧急医疗或者长照机构的医疗，或者因为受限于地区偏远地区的一些无法到医院来就诊的一个病人，我们都可以参与这样远距的一个照护。结合长照甲数位化资讯，以及人工智慧甲大数据等数位化的资料，若提供及时的分析，嘛甲相对偏乡的医疗体系来合作，提供出院了后的健康监测、慢性病照护，以及给动症的转送相关的医疗评估，甚至透过个人的健康监控、及时回传参数来了解健康的状况，更加会使减少偏乡地区转诊或者是评估的时间甲资源。如果没有远距医疗，他要怎么看病？他到了卫生所，到了地区的诊所，当那个医生说我不是这个领域专家了，他就只能够转诊。那转诊要么就到南投，那在南投没有任何一家医学中心，他就只能跑到彰化跟台中。分院这边的医师或者护理师来执行那我想就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转院。本地民众表示，在地机构会使透过远距，只是对着患者来进行医疗必要处置，来争取黄金时间以及省下医疗成本。而台中民众表示，偏乡地区开始冇所谓落差问题，嘛就会尽力来简化系统以及流程来克服。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来看台湾新车安全评定计划实验室，今仔由行政院长苏贞昌宣布正式启用。未来一档会当提供8种车型的汽车来进行烧弄的测验，帮讲国产汽车安全评估，卖当来甲国际比拼，提升国产车的竞争力。弄到的一瞬间，牵涉到每一个交通安全弄到的关键。车辆研究测试中心宣布启动台湾新车安全评定计划 TNCAP。高科技的过路人安全防护实验室落成，行政院长苏贞昌亲身来看，期盼国产车的检验标准甲国际接袂到。涉及到国人的安全面，也涉及到我们产业相关出口是不是得到国际的肯认，跟国际水准同步，所以任务重大。今天启用只是个开始。早期台湾车辆检测是由车厂来送检，以纸面来审查，敢若有合格甲无合格2种的结果。2005年车测中心开始建置实验室，2018年启动 TNCAP 计划，受到疫情影响，今年才启用。未来会由中心到市面上采购买车辆来测试，而且对外公告安全的评定，对国产车提高竞争力有帮助，民众的安全也更较有保障。到市面上去购车，然后来做测试，然后做星级的平等，了解更安全的一个车辆。目前车测中心表示，规年会使提供8款的车来做测试。实验室甲家人拢伫咧24点钟恒温恒湿的状态之下维护。预测2023年第1季会公布头一轮测试的结果。记者中华报道。真侪学校拢有老师、学生做伙饲的狗仔叫做校犬。东部团体举办优良校犬的选拔，今年有5间学校的校犬入选哦。有真侪老师甲学生拢认为讲，校犬唔那只是一种生命教育，嘛互大家有好心情。农委会今年嘛头一届提供校犬的医疗补助，一间学校上最是当补助3万块。
细心照顾着狗仔。5个国小6年的左品瑞是负责照顾校庆旺财的寄养家庭小主人，带来立法院参加颁奖典礼。除了安达，佮一直替整理服装。旺财是非法养殖场救出来，后来变成校庆。伊讲替伊穿白色布有一点仔忝，但为身上学到真多。我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去找他。其实刚刚你觉得他会安慰你吗？会。狗狗教我就是，你养了以后你就要负责任，就是你就是一定要好好照顾它。这只温顺的拉布拉多是弃毒犬体系的 Angel， 伊唔那是大直高中的校庆，更加担任课程的小助教。学校甲校庆融入课程设计，提升学生的动保意识。各学生因为伊来拍开心门，克服唔敢去学校的惊吓。我们赋予他一个任务来照顾狗狗，所以他变成说，慢慢的不再拒学，会自己强迫2天3天来学校照顾狗狗，然后慢慢的喜欢上学的这件事。动保行政监督联盟甲世界爱犬联盟共同举办校园犬优秀学校选拔，今年5校入选。调查嘛发现，超过80%的老师甲学生认同学校来饲猫仔狗仔。为着要鼓励学校来饲，教育部当年补助学校相关性命教育的经费5万块。农委会今年嘛加入补助医疗费用，一只1万，达校相关3万块。记者们曾志成台北报道。文化部鼓励台湾的少年艺术家已经第15档了，原民会嘛加入这个计划，今仔早起嘛公布今年度入选的艺术家，望讲提供少年的艺术家如何在舞台通发挥，让外界看到因的作品。甲河川水准这空间声音经由听色转化，搭配时间影像的变动，创造沉浸式的艺术感受。用曾文溪流域的声音去做采集，声音视觉化的方式，把一些声响去进行这种视觉同步的一个调整。体验作品完以后，它可以有一些感觉是，也许是回到那个自然。科技甲艺术的跨领域结合，让创作者变作今年度 MIT 艺术家。不过艺术唔那干那以科技潮流来表现，传统的水墨甲加彩结合，同款精彩。我很喜欢这个媒材，因为它跟其他媒材相比，它有一种幽暗感，像日本的胶彩，然后或是水墨，其实我觉得都可以混合着用，视觉上可能不会那么强，但是在整个展场里面应该是很特别的。文化部办理 MIT 新人推荐专区，今年是第15届，到今嘛培养120个新艺术家。原民会为109年开始，共同举行原住民艺术专区，其中创作者、高民修、甲动物、食物、环境信仰这元素，全部参入于作品内底。虽然说会有一些具有标签在身上，各种元素穿插、重叠、混合的感觉，来讨论说，我们可以有更多种。对于原住民族群是有非常多种不一样的样貌。谁是各类中的翘楚？其实还是希望借由我们的能耐，将他们带入市场。文化部甲画廊协会合作，结合专业的画廊，协助处理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的参展这工作，希望会当让更加侪少年艺术家有表现的机会，进入艺术市场，也当打造台湾艺术的明日名星。记者综合报道。伫屏东的里港有一个庭院驻地社区，这个食食甲清茶拢真特别哦。因为1949年的国共内战，所以才有一寡芬兰的少数民族甲缅甸族群的移民文化。最近有一寡少年人哦，就来这访问时代，记录过去的历史。规个少年人真专注咧听时代广告，讲伊60几当前是安怎对中国、芬兰、缅甸的边境遐走来台湾。因是屏东里港庭院社区的居民。最近在地和附近的少年人当咧访问因的过去，望讲把这段特别的历史传承落去。回忆啊，其实那时候就觉得说，那时候还好有拍这些照片，可以做留念这样。大陆是我爹我妈在大陆，我们是在缅甸出生的，后来就50年就回来台湾了啊。回来台湾的时候，我们在缅甸定居8、9年有。滇缅就是中国、芬兰和缅甸边境的一个区域。苏当时国共内战，国民党倒来台湾，不过有一支部队留伫这个所在对抗中共和缅甸的军队，正做伫他乡流亡的孤军。因为缅甸真侪届向联合国抗议，孤军伫咧1961年撤来台湾。
阿扁哥和安迪伫咧龙潭，阁有高雄、屏东和南投3个农场。其中屏东就是伫咧李港遮，在地感觉这段历史确实有保存的重要性。我是第2代，我就有资格讲这个。我今天不做的话，这个文化就断层了。累积起来，你才有经验来跟人家传说。这一次的计划就主要是要访谈这些社区现在现存的第1代的老人家，然后就是记录他们过往的一些人生的历程，让很多认同我们社区文化的，不管是不是本社区的青年都可以回来，就是在这个为我们这个地方做事情。这个少年人也计划讲，要结合访谈来发表一本和烹调有关系的册，了解滇缅文化的特色，让外地人对田湾社区有更加深的了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对少年翁仔某，因对台南艺术大学建筑研究所毕业了后，就留伫学校附近创业。因改造社区一寡旧厝，做无共款的用途。最近因是做出一个大人囡仔农村甲正趣味的农村游乐场。一礼拜六暗时7点半，台语台《青春咱的梦》的节目，特别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因打造的游乐场。用茶做豆石器，甲套壳仔才会趣味的佚佗名，这是台南市大架的大架村落创意基地，嘛是台南最近一个新的观光景点。便来到拜六礼拜，都有真侪大人甲囡仔做伙来遮佚佗。非常的棒，设计得很好，也有一些就是勾扎皮的物件，这一看就知道是年轻人就是想象的东西。台南艺术大学研究所毕业的一对少年翁仔某。因为读册时阵有上过一节社区营造的课，开始接触当地居民了后，嘛改变因对未来规划。因翁仔某决定留伫咧偏乡创业甲生活，发挥因的专长，甲即个砖仔头用艺术的角度营造做一个大人囡仔拢介意来行大的所在。如果我们今天用一个新的视角给你，我这副眼镜给你戴，你用这眼镜来看这个村落，或许他就会觉得好好玩哦。伫咧创业的过程当中，建瑞甲阮自发现讲，农业渐渐衰微，砖仔头的少年人是拢留袂调，所以除了办活动，请游客入来遮观光消费，嘛开始增加当地工作的机会，互在地青年也有艺术大学的学生共同来参与，互人口流失的问题会当踏出改善的头一步。我才渐渐意识到，他们在设计，或者是说在维护、修整这些老屋，其实不只是为了他们自己，更多是要给这个居民、给阿公阿嬷一个更好的生活空间，让他们可以自在的去游走。我想讲梦想，我想淡薄有压力啦。我其实就是顺顺啊做啊。啊，你讲后一步会生做安怎？其实讲较白，我嘛讲袂清楚呢。但是这阮想要做，但是不独善其身。会咱甲在地共好，这是阮的一个保持的一个观念。勇敢做梦，面对未来难免会有烦恼甲惊吓。不过，因也是坚持做家己喜意的代志，而且为在地付出，用少年人的热情来打拼，互因离梦想愈来愈远。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文化局今年去三出传统艺术的纪录片，来了解布袋戏、歌戏，佮有经久发展甲传承。咱做伙来看卖。虽然出外风景好，希望家乡一片心。金竹人手中的翁仔布袋戏大师陈锡宏今年已经91岁啊，由原在为传承传统艺术打拼，伊嘛向大家讲出伊的烦恼。唔是参与较早，咱较早若搬戏，边口拢有人，必须人去搬一戏哦。边口拢无人。同款面对传承危机的歌仔戏，现主是嘛做一寡创新，希望吸引更较侪少年人来看，甚至加入剧团。即马就较比较得较美感，互大家遐少年来看，哇，做歌仔戏哦，迄小上小大拢遮水哦。我嘛想要参加。无论布袋戏也是歌仔戏，伫传承的道路顶悬，拢会面对语言失传的问题。字袂正，腔袂圆。亲像一班有遮尔济，我伫遐远远安尼来伫咧教学生，我看伊的唱，我就讲来，你来，你唱毋对。伊讲老师，你哪有听到我咧唱？我讲我看你的出现，我就知影你唱毋对。你若讲较后半，伊台语都袂晓听咧，爱唱个字幕哦，
你无冲落去吼，伊一寡气拢免看气啦，伊敢若看离无就好啊。台北市文化局25发表今年出的3支纪录片，分别小解布袋戏、歌仔戏京剧的发展甲传承，望这的技术伫台湾会当一代一代传落去。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来看欧洲的比利时，有无人机的业者甲当地医疗单位合作，拍算要利用无人机来运送检体，争取检验的时间哦。未来嘛，按算会当个运送血甲器官，为病人的治疗来争取时间。无人机降落伫病院的厝顶了后，工作人员将机身下面的容器内底为另外一间病院送来的样本提出来，交予医疗实验团队随即送到楼骹的实验室，以各种机器进行分析。发生社的报道指出，伫真侪欧洲的大细城市，医疗体系为了节约成本，病院甲实验室拢分两个所在，替患者身上的组织细胞甲尿液血液样本进行分析了后，才由主治医师判图，争取时间是上优先。也毋过像安特卫普这个比利时的第一大城，一旦拄到交通尖峰时间，目前用车运送样本的方式，常常爱袂赴。What is happening is hospitals are collaborating more and more. They're centralizing their very expensive medical technical, let's say, setup. And however, then you get a disconnect between the labs that used to be in each hospital from them being now centralized. But you need then, for the fast usage, you need a fast logistics system. And that's where the drones come in, because on average we are quick, but also the variance around that average is smaller. 操作各营运无人机的业者，伫2021年先后处理比利时甲规个欧盟民航主管的许可，加做目前欧洲唯一摕到医疗用无人机执照的公司。欧盟预计伫2023年完成相关的立法，到时阵27个会员国拢适用。伫业者方面，目前只会当运送人体细胞组织甲尿液样本，未来拍算提升运输能力，互关键者的血液也是器官，会当及时送到需要紧急输血也是器官移植的患者。公司新闻，齐家真编译。中欧的瑞士地形关系差真大，所以有用水力发电的优势哦。最近一个去14工的水力发电厂完工启用了，咱做伙来了解。异形水脉霸地国家四周边美丽阿尔卑斯山风景，这是一个瑞士西南部德朗斯河河谷，全欧洲上新的抽水脱能电厂。电厂管理单位讲，所谓的抽水脱能会当分做2阶段，第一阶段甲一般的水力发电厂同款。由顶头集水区放水，河水以1秒钟360公尺的速度送水力涡轮机来发电。第二阶段是指用电的离峰时间，用假的电甲下骹集水过的水抽转去顶头，等后一回尖峰时阵的时阵太平发电。德朗斯河水力发电厂的下游集水区是原有的爱莫松河，即马叫做旧爱莫松河。1955年，瑞士伫咧旧爱莫松河的顶楼，标悬加出300公尺的所在，起另外一座大水坝，形成新的集水区，目前被叫做爱莫松河。发电机组就设一个坝底地下泵坑内面。新集水区的用量2亿2700万立方公尺，那所有机组做伙发电，发电量会达到1点钟28000万瓦。Ça correspond à peu près à la capacité de 400 000 batteries de voitures électriques. Ça veut dire qu'avec un plein dans le lac du Vieux-Émosson, on peut recharger 400 000 batteries de voitures électriques simultanément. 瑞士因为溪流甲湖真多。地形关系差真大，所以正适合水力发电，占总发电量超过56%。虽然德朗斯河电厂的发电量占瑞士全国电力需求，或者是所有电力发电量的比例还阁真细，不过管理单位讲，水力发电作为上大备转用量来源，也是真有优势。Ça c'est aussi un gros avantage, on est très flexible. Et puis, je dirais, c'est pas seulement important pour la Suisse, c'est important même une centrale importante au niveau européen parce qu'elle va contribuer aussi à la stabilité du réseau en Europe et à la sécurité d'approvisionnement en Europe. 目前全世界使用中的抽水脱能电厂，发电量超过1800万瓦的有超过80座，其中也包括台湾南投的明潭甲台管2座电厂。起造费用大票690亿的德朗斯河电厂，规模的排名虽然无算前几名，不过即马全世界能源起价加燃料来源的无确定性，再生能源已经是世界各国认真伫咧思考的方法。公司新闻齐家林编辑。下半天气，咱来看个关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區上低31度，上懸36度。中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5度。南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5度。東部地區上低31度，上懸35度。華東地區上低29度，上懸34度。再來看未來3天嘅天氣。感謝觀眾朋友收看《公視第一台下晡新聞》，我是陳淑君。後禮拜下晡3點，咱再會。